这个是鸿华先进科技的第一批量产的 Model T 的公车来加入我们客运业的经营。那我想府城客运这一次一口气汰旧换新的15部的全新电动公车，那我们会在3条公车路线上来提供服务哈。那我想整个市区的这个各个不同的区域，我们会尽量涵盖。那我想这一批电动公车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市区客运或者是我们甘志先公车的客运业者，都会陆陆续续的来汰旧换新。那现在只要汰旧换新，我们就一定会选择电动公车。那我们希望把我们台南市电动公车的比例能够越来越高。那在2030以前达成我们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我们都是用世界最先进的3电系统以及有更多的这个主动安全的配备，例如说有内轮差的系统，这个是透过这个 ADAS 的计算，然后能将这个后方跟侧方的物体做一个准确的计算，适时的警告车外的用路者以及车内的驾驶注意内轮差的区域，以及我们车子也具备了整个就是 Drive by Wire 的功能所以就是说我们透过不断的软体的更新，未来可以走向自驾化。那车内呢，我们也跟高度的做一个系统的整合，所以在这个未来在智慧城市结合5G IoT， 我们可以做智慧城市最好的交通载具。这台车呢，它最先进的就是搭载的那个电子后照镜，仪表板全面都是触控萤幕式，那整个仪表板看起来就很清晰。环景的部分就是可以让驾驶可以注意左右来车啦那可以增加行车的安全性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是大众运输的新纪元进入电动巴士的时代。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好几辆了啦，但是这次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交车，而且我们跟鸿华先进合作，跟府城客运合作，直接他们车子从桃园就开工厂，直接开来这边交车。那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都相当新颖先进，不仅是外形造型很好，它的内装也是非常人性化，也蛮科技性的对于乘客的服务进一步提升。那对于行车安全，包括内轮差的注意，还有包括后照镜的减少，也都顾虑到了。那这样子的话，这是不仅是对环境友善，也对乘客友善，更是大众运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model 那我们谢谢这个鸿华先进的 Model T 这样子的新型的这个公车电动公车进驻台南市，希望更多的电动巴士能够进驻到台南，能够一方面维护空气品质，一方面也让市民朋友们享受更高的大众运输的服务。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距离11月26号投票日只剩20多天，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竞选后晚会特别举办3场拉丁音乐会。第一场在南区盐埕天后宫庙埕举行，隔天佫分别在永康的宝成宫、甲桂林林秀宫登场。邀请意大利甲阿根廷的歌手乐团来甲民众同欢。由黄伟哲竞选后晚会主办，挺台南继续拼拉丁音乐会。2号暗时伫南区盐埕天后宫来登场。伫音乐会进前，首先由着民政局长江玲煌、甲盐埕天后宫的管理委员会，陪同市长夫人刘玉珍，向着天后宫的妈祖来上香，祈求国泰民安。市长黄伟哲继续连任。向着咱天后宫天上圣母每尊龙家流真神，来行参拜礼，来祈求咱台南市气运上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再祈求咱这次市长黄伟哲在咱11月2日会使高票当选连任。现场邀请拉丁乐团阿米哥的团员甲乡亲来问好，有意大利籍，嘛有阿根廷来的。每一位团员拢真欢喜举办这场的音乐派对。大家好 everybody. Hi, my name is Enzo.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over here. We are the Amigos Latino here. Look at great place. It's always a great pleasure here to
perform in this place, and especially in front of the temple. Taiwan is a beautiful place, so we'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make a good party around. So enjoy it. Hi everybody, my name is Dino. I'm from Canada and Italy, and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in Tainan to play for a beautiful venue such as the temple and for the wonderful people in Tainan. I'm a saxophone player and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day, so I hope you can enjoy the show. Thank you. 活动一开始，由着管理委员会主委林建龙，甲着民政局长江宁煌来上台致辞。一方面感谢市长奥运会大力推动，另外嘛为市长黄伟哲来拼连任。咱盐埕遮吼，这个天后宫是咱遮经济、文化、宗教的这个中心，这个场所真宽啊！感谢咱主委林主委甲技术人员会当提供这好的所在。实际上，市长就这4天来。 阮市长夫人上知影啦，牺牲着家庭的生活，透早就出门。小郑伊本来营岸这场咱要来，因为佮另外其他县市需要伊去到左港，所以伊也怎拜托市长夫人来。所以这部分也都拜托大家吼，唔通讲啊，着阮调动无要出去，出面头尾啊咧烧酒咧，去11月2日。 绝对要有市长的票数较悬的，对咱地方的建设去中央争取经费的力量也较大。出席的贵宾包括南区甲安平区的议员候选人吕维英、李启伟、周丽珍甲林依婷拢到场小听。伫个阿美国拉丁乐团一连串鼓拿手，有演唱嘛有演奏，一开始就差了气氛。 Ai, se eu te pegar, ai, se eu te pego, delícia, delícia, assim você me mata. Ai, se eu te pegar, ai, se eu te pego, delí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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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se eu te pego, yeah. What we gonna do? One more, say it when you want. 本身嘛是阿美国拉丁乐团成员之一的富康生意董事长陈振修，自发性的甲团员到台南各大庙口来演出。2号暗时对南区的盐埕出发，加工甲伫个永康的宝生宫、甲桂林的林秀宫分别举办。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到场，希望用音乐甲市民同欢。我一生都在推广拉丁音乐哈，那拉丁音乐哈。 因为这个地方哈是西班牙有待过在这边嘛，那我们最主要也是西班牙为准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哦，这个地方对我们是在感情上哦，非常有一种很有感情的这个地方啦，所以我们很喜欢来台南。借这个机会帮我轻松，莫讲见拜演讲会拢安尼，用讲脑筋啊浮出来吼，而且甲大家说多谢，过去大家栽培吼，稳定的认真拍拼啊。 而且议员啊，拜托一下哦，王兆辉、朱正轩、陈秋平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谢谢。Yo sé que estás pensando, no quiero tentarte tanto, porque será todándolo. Sabes que tu corazón conmigo va a ser banco, sabes que esta vez están diciendo de mi mano. 台南新闻云跟采访报道。南部科学园区虽然为台南市民带来工作机会，不过却嘛造成交通问题。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表示，黄伟哲市长下台职务无好好啊做处理。 地区周边的路段严重塞车，交通事故频传，所以谢龙介就特别开着机车，实际去体验交通的状况。市长候选人谢龙介4日一透早，家己骑机车体验上班族通勤的日常。谢龙介指出，为6甲顶出发，行咸水溪堤岸到南科，总共开了32分。会选择行这条上近的路线，就是因为这是南科上班族上爱行的路线。 实地体验后，发现路况真正足歹，路面坎坎坷坷，非常无平整。除了容易造成意外，对着机车寿命更是有负面的影响。加上大家赶咧上班，车速较紧，更容易有事故发生。从六甲顶的灿坤走到南科管理局，我们大概走了32分钟了。
那今天我们挑的路线就是所有来南科上班最快的一条路线。那今天这一条路线为什么我们要先走这一条？因为这一条路线刚刚从我们直播你就可以看到很顺畅，可是这一条路线是事故最多的路线。你看刚刚从堤防一路就是最经常汽机车擦撞就是这一条路线。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在这边的，第一个不要抢快。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都骑在40-50左右。消龙界指出，虽然南科为台南带来真侪工作机会，但周边的厝价是愈起愈悬，互情感青年伫台南生活无容易。承诺伫当选后，会为多方面规划，打造友善青年居住环境，互少年人愿意留伫咧家乡打拼。在安定那附近已经一坪32-33万，归仁地区一坪也32-33万，仁德高铁特区那附近接近要40万，谁想得到？我想我们在台南长大的都没办法承受这个，所以为什么年轻人要走？既然40万，那我就到北部去啊，我北部的机会多，薪水高一点。那台南如果也是在30-40万，那我当然一定选择到北漂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人口少了3万多，可是45岁的年轻人少了7万多？一抓南科机车行，消龙界情感要留住台南少年人，必须要为交通、住房、消费、药理等进行全面性的检讨，打造友善青年的居住环境。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后壁咸水甲新营顶区有丰富的自然景观甲人文历史，这几年来吸引侪剧组来取景翕片。台南市政府特别将这3区的商圈做整合改造，成为大新营影视漫游街区，希望带动在地产业的发展。台南市政府积极打造地势商圈，活化地方经济。今年辅导后壁盐水以及新营3个商圈，共同推出行销计划，得到经济部的补助。那我们跟这次主要是经过商圈的营造计划，我们跟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来提出方案，这是一个竞争型计划。那总共有2个案子入选，一个是赤坎澎湃商圈，第二个是大新营影视商圈。为什么叫大新营影视商圈呢？因为我们很多在大新营区拍片或是拍电视剧，都通通获得大奖，包括斯卡罗，包括《淑女养成记》第2集，还有包括我们岸内糖厂的这个影视园区都有很多戏剧在那边拍摄。看好这的发展，接着计划提升相关的环境以及服务，并结合一个在地特色，未来将会打造成大新营影视商圈。影视的因素，还结合大新营区的产业文化的因素，譬如说东山咖啡譬如说盐水风炮，还有譬如说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包括在后壁的清寮，还有包括在这个白河甚至在柳营的牛奶最近也是柳营牛奶节。所以呢，我想吃的、喝的、玩的、逛的、文化的、产业的，甚至于大家想要走走逛逛的地方，通通都适合来到大新营影视产业文化园区。透过地势相关的打造，除了促进在地产业发展，同时也为当地带动观光人潮。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今年有296间餐饮业者得到优良店家荣誉，市长出席颁奖典礼，肯定餐饮业者在注重料理好食的同时，嘛重视卫生管理，希望提供市民安全优良的餐饮环境。近期国内旅游渐渐回温，台南市餐饮多元具特色，因此嘛吸引真侪外县市游客前来，所以食品安全卫生更加重要。卫生局今年评比的对象包含团膳工厂、校园餐厅、旅宿餐厅、宴席餐厅、素食业、饮料店以及烘焙业等各式餐饮相关业者。市府卫生局3号办理新闻发表，并颁奖肯定这优秀店家。所有的美食都是必须建立在安全食安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曾经
过去曾经看有些国外的美食有时候像在南亚或者在东南亚，有些地方的美食很好吃，路边烹煮一下，你吃一次回去就拉肚子，整个出国观光的假期都要泡汤了。其实国外也是这样，国内也是一样。我也不希望说一些我们烹煮好的或制作好的这个美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或让我们这个外地来的朋友们吃了以后造成这个食安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责任。因此，就谢谢我们卫生局跟南台科大一起合作，能够把这个食安跟我们的业者做最紧密的结合。今年永孝台南市餐饮卫生优良的店家有296间，其中邮寄业者有257间，量寄业者有39间。另外，卫生局辅导台南市餐厅业者制造鸡蛋菜肴，并加以认证。今年有福楼、东乡台菜等140间鸡蛋饮食行动餐厅，推荐给消费者优先选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在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进行生计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位伫台南市市道165线北河东山交界集水溪清溪桥，每一届遇到风台或者是落大雨，都会造成河段淤积、桥梁封闭、交通中断。为了解决这项问题，市府嘛已经争取到经费，要来进行改善。集水溪清溪桥位伫咧台南市市道165线北河东山的交界，是当地居民出入的重要干道。也毋过每一摆拄着风台，也是落大雨，就会淹水，影响着交通。因此，台南市政府向中央争取补助，来解决这项问题。经过地方的要求，千呼万唤，大家现在终于中央也帮忙补助，总经费3亿5千万元，中央补助2亿7千万元。大概是3/4的金额，地方自筹8千万元，这样子让这个桥能够顺利的这个动工。因为弯道这条河段早期就有积土沙的问题，加上桥梁底较矮，所以容易造成淹水，影响通行甲安全，因此改建工程相当重要。台南市市道165线及水溪兴业桥开工动土，请动土，1动土，开工顺利；2动土，动土平安。将这个桥呢加长，加长就讲伊河道就会较宽，将这个宽度呢提高，这个差不多1.23公分，所以呢以后。除了讲咱这个通水断面大以外呢，咱的桥梁甲道路拢会一并做这个改善，所以未来咱这个所在就袂像讲拄着大雨，就这个封桥。工程施工期预计要1年到9个月，完工了后，除了解决居民长期的水患问题，也会提升当地产业交通运输的便利。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讲到癌症的手术，医生除了切除恶性肿瘤以外，为了防止癌细胞扩散，在手术的时阵也会切除附近的淋巴结，这就可能会造成部分的患者产生水肿的状况。所以，奇美医学中心透过微创手术，要来改善患者淋巴水肿的问题。根据国民健康署公布，台湾每年新增加各大癌症的病人，大约有3000至5000位的癌症病人有肢体淋巴水肿的问题，引起淋巴水肿的时间、甲癌症的严重程度以及治疗的方式有所无同。如果淋巴水肿无治疗，容易造成感染，甚至引起蜂窝性组织炎，到尾期会严重的变形，造成大象腿。因此，奇美医学中心透过微创的淋巴管静脉吻合的手术，会用重建淋巴液的回流。我们手术的话，就是想办法去找出那一些比较开始有受损的淋巴管。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把那个受损的淋巴管去接在那个本来就要回到心脏的一些微小的静脉。那这样子的话呢，本来它不太通的淋巴管就变成可以很通了。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顺利的回收到我们的达到我们回收组织液的目的。那这个好处的话，就是它非常微创，因为其他的手术的话都算是比较大型的手术。那这个的话，基本上它都伤口的话，大概都是1到2公分几乎都是用1公分的伤口就可以处理。所以病人来讲的话，其实他的负担不会太大，他的疼痛度不会太大，然后而且也比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手术后的并发症。医师表示，淋巴水肿的治疗早期会用透过复健，也就是整合式的物理治疗。但如果无法度改善患者基底的肿、胀甲疼的症状，就必须要靠手术。这种微创的淋巴管静脉吻合手术，
就是重建08亿回流的替代通路，不但空脆小，而且具有多阶段性。对位整就用咧找对位的微小静脉来连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